另外，花莲县的水尾农会是讲有900栋的油完全拢卖出去，即马是规个拼伫咧农地甲溪墘，所以今仔日立委陈椒华是要求中央甲花莲县政府做伙来检讨即个问题，对油的减产、外销，抑阁有加工等几个方面做伙来解决。 顶礼拜，花莲县水水乡传出文旦自中秋过了后卖出去，半箱的行情价一斤干那剩1块银。这文旦互人拼伫农地起补，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目前大约有4000多栋卖出去，而且当年常咧发生这个状况。花莲县府要搁咧呼吁农民爱自产自销，陈椒华要求中央和地方爱积极合作，推动减产、加工、外销等等来解决问题。希望地方政府平时就要跟农业部、农粮署还有相关国际行销部分要多沟通啦，不要出事了好像感觉才要解决。因为现在包括瑞穗的这个滞销，我们从推估可能都有4000吨这么多。我自己本身的仓库里面还有5000多斤，加6000斤，到现在还在。没有问题就是说没有外销。 中国那边没有外销，所以文旦都卖不出去了。水水乡的文旦英国有70%拢是销往中国，但是中国化禁就禁的情形。陈椒华认为中央和地方要积极开发其他外销市场来协助农民。农业部也回应讲，文旦其实伫非华人市场是真恶销，但是今年业者积极行销，伫新加坡出口规模有成长9成，因会个继续拍拼。 贸易业者在新加坡跟香港这些地区，其实他有做一些行销活动的一个露出，所以说今年新加坡的出口规模跟去年相比，成长了9倍。另外，因为文旦一般拢是咱伫中秋开要来送人的水果，陈椒华望农业部、农粮署爱加做食农教育，改变大家的消费文化，互文旦将做大家普通时买要来食的水果，才通减少当年中秋过了后文旦卖出去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